志明，帮我一个忙好不好？他们都在骗我，把保险受益人改成你，我要让他们后悔。检方，接下来应询的证人是审判长，我请刑事局法医室主任杨百川博士来为此案作证。我希望透过杨主任的专业判断，能够厘清死者真正的死因。杨主任，请问被害者死因为何？经过解剖，我们发现死者的背部大量充血，是呼吸困难所致。死因是窒息缺氧，导致心跳停止。我可以这样说，窒息跟猝死大不相同喽。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征。我们从死者的眼白、眼睑结膜发现点状的血斑，肺部有大片的充血。更重要的是，舌骨有些轻微断裂，典型的婴儿猝死症，根本不会出现上述的现象。以你的结论，被害人是非自然的原因死亡，对吗？就这个案例，被害者被闷死的可能性极高，甚至有外力的勒毙，导致舌骨断裂。这个婴儿死了2次。杨主任，再跟你再做确认一次，这个验尸报告的准确度是否100%？验尸报告是透过科学证据和客观分析，综合各项因素所汇整出来的结论，尸体不会说谎。我的工作就是做个忠实的翻译家。张检长，不好意思，可以请问一下，张姐，我们想要采访杨主任，请问他人呢？张姐，这次事件能破案，关键是杨主任报告吗？杨主任还有其他重要的工作在进行，大家都很需要他。海家有动机，他已经出庭作证，刻不容缓。而家他唔留记者说明，唔咁好啊？对俺来讲，记者问的问题，比俺出庭作证还困难。张姐啊，漏经验的，佢靠会应付啦。不过主任，你睇下啲法庭方嘅分析啦，
问对方律师一下就失点的，实在站呢，我哋剧院抢调过来，我就希望做得像主任强样。你现在好，那就动欢喜了。时间差不多了，继续下一早呢。坐好，坐好，眼睛看哪里？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你们3个都住在附近？那为什么跑来这里？玩？谁说可以跑来这里玩的？如果有个大人从楼上掉下来，应该会发出很大的声音。你们在玩的时候有没有听到“砰”一声？没有。真的没有？老师啊，你做哪来啊？因为我们老板告你伤了。学你的啊，凡事都要低调。走啊！把川啊，你怎么多了个宽皮包呀？哦，新老 A 47法医。我叫周文凯，从军医院请调过来，跟在主任身边学习法医的。军人啊。阿快啊，两黑露前机露眼镜。老顽童黄博胜。好了，介绍完了，办正事了。目击者有3位，他们发现在围墙外面有1节断肢。管区的员警到了之后呢，发现墙上有血迹，四处搜查，然后在围墙内就看见尸体了。死者呢叫做刘小红，年约26岁，在一家贸易公司上班。就这样。监视组都拍照了吗？拍照了，大清在楼上拍公寓内部。你看。死者是女性，短发，身高约165到168公分，室温25度，现在的气温27度，死亡时间应该超过10个小时。尸僵现象已经产生了，来，洪凯，帮忙翻身。好。尸斑累积在后背。尸体没有遭到搬动，这里应该是案发第一现场。除了右小腿分离外，左大腿有严重的撕裂伤。是刀伤还是什么凶器伤的？撕裂伤的面积很大，尸体的其他部位没有看到明显的利器或钝器造成的伤痕。这墙上有血迹跟肉屑。这个旧墙面，这个是新破坏的伤痕，会不会是行凶的人破坏墙面拿砖头？不对啊，这底下就有很多旧砖头啊。然后他还把断肢往墙外丢，丢到那么明显的地方。好了好了，不要再做福尔摩斯了，我们上楼去就知道了。等一下，请殡仪馆人把大体带回解剖室。是杨主任。快。总觉得好像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找到。我去死！杨主任，主任，胜哥，主任，那个我们在窗户或者是阳台边都找过了，并没有看到死者的拖鞋或者是鞋子。屋内没有打斗的迹象，更没有发现任何的血迹。自己刘小红她是一个人住吗？根据附近邻居的说法啦，死者他不是一个人住，这边还有他的父母亲一起。他们这边也就生活是平常都跟正常一般人一样，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啊。虽然跟邻居是没有什么太大交流啦，就是一般人。白川，你认为？
阳台没有装铁窗，这里会是坠楼地点吗？我们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但是后来发现不可能。首先，这个阳台呢没有攀爬过的迹象，再来就是死者沉尸的位置，它并不是在阳台的正下方，而是在旁边靠左大概4公尺左右距离的地方。所以就算死者用力的跳，也不可能跳那么远。这是我跟大军讨论过后的一点结论。志杰，有找到类似遗书的东西吗？遗书没有找到像遗书的东西哦。百川，这么快就确定是自杀啊？任何可能都不无可能。大军，犹豫足迹呢？我们在阳台没有发现死者或者是任何人来回反复踱步的足迹。志杰，你先去通知家属准备验尸。好，我这边也会把死者的交友状况整个过滤一遍。那鉴识的部分就麻烦大军了。没问题。百川，你觉得什么时候解剖比较好？这不是谋杀，是意外。当人体从高楼快速落下，墙面犹如一片利刃，把小腿切割了。之后，他的头才又撞到墙面，整个人摔落到菜圃里。被切断的小腿，则弹落到围墙外面。坠楼不一定是自杀，但这个可能性极高。百川，可是大军刚刚在上面说，栏杆并没有攀爬的痕迹，而且也没有留下犹豫的足迹，沉尸的位置也不对，这该怎么解释啊？这确实是2个疑点。目前我们只能确定死者是因为头部受创而死，至于是不是坠楼，小腿是不是被墙面所切割，这该存疑吧，是吗？这的确是我的推测。如果要确认的话，就要看解剖了。对，当然要解剖，而且越快越好，免得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被搞得团团转。志姐，等下后续就麻烦你了。好，负责听研究做来做些，按上网做马干哦。哎，啊是唔想顺不应啊？那些做坏事的小伙哎，做唔得让他们逍遥法外。你有冇接受催泪命案配意外？哎，也很讲来呢。看事情不能只看事情的表面，有冇？冇乜嘅係天錯嘅，我出到調查方式去改變嘅，應該我要科學證據爭錯啊。哎，還係靠老方法啦，人證物證自白，3方有2方就做得定罪。你證據唔掂呢，按做馬家對凶手還有加害人案後啊，俺黃博士還喺大費周章請證據啊。當局問伊是一筆，按筆啊做得冇？做唔得啦，聽講要早上去開會，行一拜。好，行一拜。说真的，我还差点以为他就是中古结衣了。我也以为是他。听说这个案子在发酵，你觉得他还活着吗？要看你从什么观点来看啊，是法医的，还是刑警的？这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刑警其实不喜欢死人，可是你们法医没有死人就没有办法工作，也找不出真相，是不是？
下嘛。副局长，副局长，哎，这边有人，副座，请让步，副座想要掌握，跟我们说明一下嘛。副局长，副局长，哎，这边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你呢。请副座，哎，没关系，耽误一下时间好不好？那个，请大家给我一些好问题，让我上版面漂亮一点。副座，这个日本女大生的失踪案件，警方是不是已经遇到瓶颈了？我们还在继续侦查这个案，但事发经过已经1年嘞，案件却丝毫没有进展。这样子的话，民众对警方的疑问是日益增加哎。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谢谢大家，谢谢。副座，中谷结衣的母亲要来台湾了解案情，这势必会增加刑事局的压力。请问副座该怎么处理？侦办人员日以继夜的在侦办，请大家多给他们一点时间。另外，对于您所说的压力，我们警方一向看成是办案的助力。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关心，谢谢。副座，请让步。副座，下一个问题。法医室，喂，法医室，彩凤，杨主任又在忙，是去哪里啊？谁知道啊？他一出去，全世界人都在找他。怎么了？副座想要确认女子坠楼案的死者是不是中谷结衣啊？哦，最近你们监视科跟副座来往密切哦。看来你这个科长要升官了，对不对？当然没这回事，副座只是单纯关心而已。顾所主任，你真姨妈都给抢个淡水意外，我知道。副座，副议长好。杨主任，怎么样？还习惯吗？报告副议长，越来越熟练，谢谢副议长关心。哦，不用这么严肃吧？这里又不是部队。洪凯，你先回法医室，我2分钟后就回去。主任，你连这种时间都抓得这么精准啊？2分钟？时间不等人，也不等真相。是。哦，副座，关于上次我跟你提的那个成立专属法医研究中心的事，我已经跟局长报告了，局长个人是支持的，但是因为牵涉的因素很多，所以进度不如想象中那么快，这点要请你体谅。不过你放心，我个人绝对大力支持。杨主任的事，我不会忘。如果太麻烦的话，请副座不用花时间操心。不会。哦，对了，副座，黄博胜复职了，你知道吗？已经3个月了，这么快？那好，欢迎他归队。主任对他的归队有没有什么想法？没什么，只是问一下。你不觉得黄博胜应该退居第2线，或者是退休吗？副座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吗？啊，我该走了。哎，这个位置不好干的，我刚刚才被记者盯得满头包啊。哎，朱英，还有老人留清洗一些哦。哦，什么意思？嚟，哎，金庸威冇可能任冇嘅呢？佢最近好冇啊？唔係我喺日本讀書嘅咩？夾嚟啦，我本意啦。啱冇？嚟。嚟。什么意啊？唔係，就嚟了。喂，给你吃饱吗？吃饱了。冰箱底肚啊，有菜有汤，还有煮饭呢。哼，
俺用就拉了呀。佮还有另个哦，我记得生了哈。是嘞啦，懂甜哦。佮我老小敏啊吼，过2年怎么转去哦？唔使人丢记。小苗要出国读书，啲老夫啊，多批下老人家，我会安排时间哦，去宜场送机。唔是啦，无法度哦，就唔是来送机啦。就算讲无事做，佮说其实咁要会钱吗？点点都做唔到，小敏确实唔会原谅哎。哎，做咩啊？因伊讲嘢有当久无向我出去聊咧啊，伊老系听书我老去讲啦，哈。好啦，我尽量啦。安尼真也时间啊，我2之后哦，唔想吵做事啊。好，我知啦啊。好啦，就安尼啦。有嘛事情当打电话哈。好。小さな証拠を虫眼鏡で見ても真相はわから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真相がわからなかったら娘の死因は明らかにはならないでしょう。いや、人間は心の中に第三の目を持っています。心の目で真相を解き明かすんです。张姐，哎，不错啊。哦，大概看2年时间啦，精神做安好。哪会讲？你人做得到？冇安样讲啦。大白家婆还个苗现场，都喺你体质多的，挨比你哦差多嘞。迄无体质多哦，我本人唔记得啦。不错，其实哦，我退休盼好啦。该退的时节的啦。你喺公司还係我啷讲啦？啊，单枪都想啦。等老的时节、退休的时节啦，我还想我再过100，像你的身份，就像一家骗一家，你好。哎，不是，小姐，不好意思，歇困一下，歇困一下啦。另外疲劳，莫单样安样吼，上床下。没问题，里面请啊。老豆，你不要我们这么嘞。怎么可能啊？我哪一次没有亲自参加啊？来，请进去。我先检查他的内脏，若是坠楼，身体瞬间着地，体表的擦撞伤不多，可是体内的器官会损伤的非常严重，而且体内也会大量积血。内脏损伤的非常严重，来拍照，看看肾都破了。脾脏也有明显的撕裂伤。死者没有被性侵害的现象。你们看，这腿的切口上沾有少许的砖墙粉痕，确定是被墙面切成2半。最后啊，我要看他的头部致命伤就可以确定了。文凯，来，后脑粉碎性骨折，头骨碎裂成好几块，是一次性的重击所造成的。如果是人力所为，一次性的重击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
是坠楼吗？不论从内脏的受损程度来看，还有脑部的粉碎性骨折，都可以确定他是坠楼摔死的。杨主任，辛苦你了。剩下来就是要查出真正坠楼的原因是什么。等一下，我会收集他胃内的残留物，带回去化验，进一步厘清他坠楼前的意识是否清醒。还有，全部的验尸报告会请文凯给您送过去。辛苦你了，那先行啊。文凯，收集他的胃部残留物。主任，先哥。阿毛，是谁啊？要不要什么音啊？俺家白头时间啊，俺抢一次一笔。就是啦。哦，那样用的啦。今日我听说办刘小辉的时候，发现门口啊有个人啊，条条眼眼去条口呢。哦，那个谁来哦？这个人肯定是有问题的，他心虚啊。阿毛，是谁啊？先离啊，拜拜。主任，你生前仪器到嘞。太好了，主任，这一台光谱分析仪是要用来做毒物分析的吗？没错啊，有了它，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检测出锰、铝、锌这些含重金属的成分啊。哎，我们把它归定位哈。好，小心哦。OK。果然在这里。哎，等一下，主任，不好意思，送货的搞错了。小马，我们来搬吧。哎，小心小心。等一下，这台机器不是主任申请的吗？怎么会是放监视科？我记得副座的说法，好像是法医室这边空间太小。那我们可以搬的吧？那这台仪器你们会用吗？是不会。不过副座有说过，到时候还是会请杨主任过来开班授课。我们所有见识客人都必须得学。那既然这样的话，这台仪器就先留在这里，给主任一段时间熟悉，接下来就可以帮你们开班授课啦。好吧，那机器就先放在这边，不打扰了。奇怪，你们法医室明明空间就还很大啊。我们定位吧，来。哦。小心。哎，主任，郑哥找你。那你们研究研究啊。哦。包包帮我放一下。好。好。尤家父母来了一趟。总不该是牛排。刘小红死跳跳，行爸行妹就搬到亲戚家，唔知得行嘛该啊。迄大三呀，就像下年看样，嘛该就唔行。哎，副座。哎，我来了。杨主任为什么会认为死因是意外，而不是他杀或自杀？这是根据现场状况的研判。明白，进去吧。刘先生、刘太太，我是黄博士，副局长，这位是杨法医。两位请放心，警方正在全力侦办这个案子，连杨主任也亲自参与。杨法医今天态度呀，很摸的呀。我女儿她不可能跳楼，她不会自杀的。这两位已经是我们局里最好的同仁，他们一定会尽全力查出真相，为你们女儿伸冤的。也请两位节哀。那这里就交给你们。走。刘先生啊，还有嘛个爱丢的天数嘛？听说会记啦，就会记坏啦。凶手听说係魏志明啦。魏志明，迄刘小红嘅男朋友。阮当阿妹讲伊啦，又怪又单纯，就会设计了后，
嘛该去编的，编嘛该啊，你编都唔通人讲啊。刘氏因嫌伊哦，莫拉去乡下咧，好分数咧，望伫个位置面恶夹夹的，高高甜，讲我来不开啊，吃烟咯，拍气咯。麻烦你尽可能的告诉我们。中规中矩的老实人，工作表现尚可，但有一个传闻，不确定是不是事实。他的女朋友好像和地下钱庄有纠纷。对啦，所以叫做报单啊。报单？嘛该报单啊？就家己去保险公司啊，去报单拿来看啊，当方个输赢影响伊的命诶，就会位置物件命的啊。刘太，有乜嘅话爱讲嘅？我当上爱妹啊！魏志明、老刘小红的感情用单。这两世感情生死好，生死快，因为报告俺做冇谈到阿峰替阿咪。我根本不知道小红有缺钱啊，她看起来那么的快乐。而且她跟她男朋友还有出国打算。我话到基隆山冇穷下，我是冇忘记，我妹长地基隆山是掩盖。刘小红的爸妈说他们两个感情不好，常常吵架，是这样子的吗？哪一对情侣不吵架？更何况他们感情一向不错啊。小红没有抱怨过魏志明。好个啦，我讲很多啦。报单有带冇？做的可以下冇？有啊，报单啊有。一份报单，还会样音，还有哪个事情我填数诶？我早啲问下，啱咪几时事出嚟啊？7月21号，按部11点到7月22号1点左右。哦，唔免啦。我是想讲，要伫个正确的过程时间做法使用的，做法使用的啦。哎，大哥，您是法医室的人吗？我有个案子，方便请教您一下吗？好不好？不好意思，我不方便。哎，不要这样嘛！我报社都快要截稿，我在这边啊已经等好几个小时了，讲一点点就好了。哎，跑这条线，我们没问到一点东西，我们很难交差。好不好？您方便的话再帮我回答，好吧？拜托拜托。中午节日是1年前独自来台旅行，这才快要结束，旅途前乖嘞，授权。这魏志明用下要唔见脱嘞？你讲嘛该啊？唔见脱嘞？我整个查过了一遍了，这魏志明啊，案发之后就没有再去上班了。用咩？唔见脱用咩？冇存副卡，也冇存落户。我知道个魏志明问题动态啊。八生啊，我知道这两路怪怪的哦。刘小红的父母看起来都很伤心啊。这两啥有不在场证明啊？这条味道只份嘅事啊，我爱刘小红死体嘅时间。这两路啊，阮都爱认真的。真经怪怪的，唔会啊，哪有哪个怪怪啊？杨主任，破案留念吗？哦，我清楚破案。好，给我切一盘小菜。哦，没问题。啊，错了，小梅有下心来。小梅小朋友啊，那小敏啊，要好好相处。不要弄得我跟小梅穷庸啊！小梅从来唔爱下心爱帮啊。小梅大败下心来哦，对我们以后嘛，你那有可能唔记得你啊。哼，你听听看，小梅怎么问候我的？她
还好吗？那本来很好，看到亚西萨斯啊，那突然就不好了。哎呦，等小梅转来啊，当然挨压啦，挨听讲两句啊，小以大义。哦，还是谁，老板娘，我跟他的问题啊，我们自己会解决，不用其他人麻烦。哎呦，让我安安好，怪不得哦，某有都唔敢转来哦。加油啊，老婆！哦，安难哦。慢难啦，唔会难啦。唔会啦，慢嘞吼，阿婆冻强嘞。哦，有天芳。哎，我都冇听到。妈，我来讲，我来讲。哦。哎呀，老来你空空。喂。也着做菜包啊。係啊，佢小明講吼，佢去日本。做定做會嘅喺日本同學識，還做定交朋友。假使講上不卡吼，還做得結下緣。哎，老阿川咧講啊，迄定期某嘅學要煮龍班，迄時節啦，是做得開點咯，伊要做得準備對油咧啊。你有聽到冇？哎，聽到咧。趙咪啊，叫我出去了嘅事情。老小敏讲无？有啦，我老佢讲诶。不过你就俾一些时间想一下呀。让佢讲，佢就喊你4年嘅咩？佢有自家嘅想法，真係唔點讓佢講聽。我想哦，我可能做到退休咧。也就唔係嘛該做到做少嘅問題啊。我做到比佢感受嘅多，佢才係正經嘅啊。好啦，爱弟啦，你去老家就天数了啊，我还有事情冇。好啦。包了以后是哪？誰でも騙せると思ったら大間違いだと。転がりすぎてかえって恨みに出てるんと違うか？お前さえいなければ、お前さえいなければ俺は絶対に逃げられた。誰も俺が犯人だと思わない。不好意思，请问还有房间吗？哦，有啊，本来客满了，刚好有个客人提前离开了，算你运气好。需要你的身份证做个登记，谢谢。我可以用别的方式登记吗？哦，好啊，那麻烦您在这边写一下您的身份证字号，还有户籍地址。小红，该怎么办？发生什么事啊？杨主任，这些村民认为他们有冤案，希望可以平反。
雄青，有哪个事情啊？我状况啊吼，有人让快同快贴了夫人家，本人死尸体咧，一个警察咧吼撞唔冲人啊，一个引起攻击。好。嘿。那你刑事小组嘿，诉讼有冇爱资料？有份资料。哪位副姐啊？搞好当风啦啊！嘿，给做拜托啊吼，我听讲啊吼，给杨法医啊吼，一枪啊。明白啊，安尼多加疏通吼，无破唔睇咧啦吼。我希望吼也后日无去伫边望到吼。做得。好，安子生。我会搞本记啦啊。好，安子生。来相信啊，去天威天数嘅哈。麻烦你，莫言莫闹后日哈，拜托安子生，要俾现场证给安子生哈，希望同阿哋做件事情哈，安子生拜托。是谁？是谁跟记者通风报信？副座，发生什么事了？今天报纸的报道，记者引述某位法医的意见，说刘女坠楼一案无法避免他杀的可能性。媒体报道如何干涉刘女命案？案子还没破不得对外妄下结论，不得跟媒体记者打交道换消息，这是每一个刑事局同仁都应该知道的规矩啊。我们法医室也知道这个规矩啊，可能是误会。也可能是记者不想负责吧。我不管记者想不想负什么狗屁责任啊，我只知道刑事局同仁应该知道自己该负责任。没事，继续工作啊。文凯，是主任，把刘小红胃里的检验资料拿给我。好。哎，局长，辛苦，抱歉来晚了。局长，我知道您被署长找去问日本女大生的案子了。你找我是要谈刘女的命案吗？是杨主任，他最近越来越不像个法医，反而像个明星了。大家都觉得他很神，但是查案的光环不应该只落在一个法医身上，更何况台湾的法医也不止杨主任一个人啊。所以百川才会想成立法医研究所，培养更多的法医人才啊。我是担心培养出更多的杨百川。杨主任是，我会再跟他讨论。目前我们先解决中古结义的案子。外交部长跟我说，他怕成为国际事件，到时会更棘手，所以我决定让中古结义的母亲来台湾，我们亲自跟他说明。黄大人，哪有人来？最近很忙哈。无啦，最近经营啊。不是讨债收了很多钱吗？这拢艰苦钱啦，大人啊。艰苦钱，毋着足艰苦的。都出人命了，这种钱你也敢收哦？哎，小楼啊，我觉得我应该好好跟你聊一聊啊。好啊。先啉一下咖啡，好吧？讲咖啡有大啉。妹。妹呢？妹，我的神脑啊！天哥，别溜，赶快追！埋葬！哎，埋葬！歹势俊啊！啊，莫安尼啊，大。好我讲啦，好我讲。好我讲。嘿啦。啊，你唔着走歹势啦，歹势。咱好我讲啦。那你跑那么快是跑怎样？我无走，
无小可表演者，我以后免来遮生存啦。啊，你以前看到我都不跑，啊，今天跑那么快，想说我欠运动，能帮我锻炼一下。啊，你干了什么坏事？无啦，大你莫白讲啦，我无做歹代志啦。刘小红认不认识？什么刘小红？刘小红，认不认识啊？认识哦。哦，这个查某甲我借2条线呢，啊走一条的，佮甲我借第2届，讲我坦白嘞，我嘛收2届钱尔，人都胖经去啊，我也知。我有执行保护措施哦。保护措施？嘿啊。现在人都死了，这就是你保护措施？我处罚虽然是吼救灾啊，但是买命代志，我真正无咧做啦。你要老实一点哦。三哥，一定就是你啊！上门讨债，然后把刘小红丢下楼，对不对？无啦，你冤枉你，我白讲。无，啊，你不是去讨债，他不是跟你借钱，啊，你不是保护措施，无。都害你要甲我偌得条，你嘛爱我知影什么代志发生的，日期是啥？我都足冤枉。好，前天凌晨，7月21号晚上到清晨。顶工。嘿。7月21。嘿，歹势吼，小弟啊，我咧泡毛球，我有人证，真的。好了，走了，随传随到哦。快啦！虽然目前我无法找到基证来证明有外力介入，说实话，我无法肯定这个背后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所以你改变想法了？也唔通有讲啊，上下有得会吸引某一天会暗刺夹给。没错。重要的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案子啊，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哦，对了，刘小红的确有跟地下钱庄借钱，不过应该还的差不多了。魏志明也很正常，真的搞不懂魏志明为什么要逃啊？那佢走退，係唔係有馬嘅事情，唔敢本人提嘅？三哥，我刚刚问了，司机说小楼大确实有来跟他们打麻将，而且甚至连他赢了多少都知道。你赢了多少都记得啊？对。那他赢了多少？小楼大他一共胡了3把，又自摸了5把，然后最后还是输了5000。不过5000块对小楼大来讲应该没差吧？你不错，记得很清楚。不过他们记得那么清楚，会不会是他们串通好了？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再带几个人回去，好好的询问一下？小罗莎不可能是凶手，他已经收了钱了，没有必要把人逼入绝境。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目标，找到魏志明。Nice 翕嘅啊！主任，你这款实体嘅相片嘿，我爱天数嘛？但係我睇早安呢，20年呢，我都唔記得安尼去用嚟破嘅。这位是我们新来的法医。啊？叶庆台法医人呢？他今天没空，要我来协助验尸。今天是你啊？嗯。好，跟我来。女子先遭到绞死，再放上绳子，不是因为上吊而死的。什么？勒痕极深，呈现淤血发紫的状态，但仔细看这条勒痕，却是2条重复的痕迹压在一起，其中一条较浅的
是麻绳留下的勒痕，因为有麻边纹路印在皮肤上。然而有麻边纹路的皮肤上却无血色的显示。这种现象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女子死后再放上去，因为人死后血液停止输送，所以麻绳缠绕的部位不会有淤血现象。另外，那条绳索的宽度根本无法套在2个人的脖子上面。如果是自杀，应该不是同时上吊，而是前后分开。你可以去检查那个男人脖子上的勒痕深浅。他的勒痕确实是浅浅的皮肉伤。果然，越单纯的命案，真相越复杂，一切都在细节中。阿快啊，我会记得啊，做法医嘅初衷。主任，我总还记得替受害者说话，伸张正义。有时候，沉默也是帮凶。我们已经问过了，旅行社那边还是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还是我们要去另外一家旅行社找，看有没有。副座，队长，来，简报开始。目前我们有3个重点方向。第一，我们要找出坠楼的原因，到底是自杀、意外还是他杀。那第2个部分就是我们要继续追查刘氏夫妇他们的金钱动向。如果他们有所隐瞒，那刘女她真的是自杀的话，她的动机就可能跟这个有关。那第3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去找寻魏志明的下落。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有涉案，但是他突然之间就失去联络这件事情还是蛮令人可疑的。还有发现魏志明进一步涉案的证据吗？目前没有，所以我们主任好。对。我们希望可以请鉴识科他们重新到现场再勘察一次。哎，鉴识科怎么都没有人在现场啊？小马，大军呢？鉴识科另有案件在办，没办法来开会。另外，有关于这个案子，我考虑了很久，决定把它交还给市警局。为了怕案情再度泄露，法医室的人不能再接触这个案子。这个案子的案情已经都在掌握之中了，这个时候应该一鼓作气，查个水落石出。这时候把案子交接，会延误破案的时机。日本女大生案已经延宕1年了，而且中古金子即将来台，我们必须把所有人力集中在这个案子上，这才是我们刑事局该办的大案。这是局长的决定，还是副座的坚持？这是符合民众期待的决定。毕竟案件有先后顺序，轻重缓急，我们要做个取舍。当老百姓对治安问题感到不安的时候，我们警方的责任就是消除他们的疑虑。案子不分大小，我没有办法说不管就不管。副座，擅自将刘女案交还市警局，会有人认为我们刑事局专挑大案子办，过于独断。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是很重要，但也要先重视我们自己人啊，不是吗？好，
一旦中古金子抵达台湾，不管刘小红命案办到什么程度，一定要有人员过来支援这个案子，就这么决定。哎，局长，局长好，好，大家好，大家辛苦了。接下来进行日本女大生案，非关本案的人员可以离开。洪凯，你先回去吧。好。白川，谢谢你参与。应该做的。大家坐。各位，中古结义的案子目前进行的怎么样？不是我们可以这样子。胜哥，有事情想要跟你讲。哪个事情啊？好，我去忙。其实迄个老记者讲的。啊？吹掉的，免毛干。胜哥，迄记者根本爱啊，爱请迄老师说讲伊死来听，爱用伫记者会乱写，歹势啦。你呀，好骗啊！记者才会找你。可是胜哥，现在主任因为我背黑锅，法医师也不能再接触刘小红的案子，你用干啥呢？这是给百川难看。唔错啊，又唔系嘛个泰安，百川又不喜欢跟记者打交道，干嘛这么做的？胜哥，你有没有听说我们局里监视科要扩编的事情？根本聊那件事情有相关啊！要是监视科扩编了，也一定会牵涉到法医的人事布局。还唐泽凤姐讲的张迪，我们局里现在负责规划这件事的人是副座，故说我里面这两件事情会不会有关联啊？办案分两块，一块是鉴识，一块是侦查。现在鉴识这一块受阻了，只能靠我们到外面跑了。你呀，好好学习，老主任天数，较点丢诶。日本女大生中谷结衣的命案有了最新发展。中谷结衣的母亲中谷金子即将来到台湾，关心侦查进度。刑事局将会对中谷金子汇报警方目前侦办线索与方向，并提供一切必要援助。中谷结衣是1年前独自来台旅行，就在快要结束旅途前突然音讯全无。好嘞，莫再说嘞，看到你好好做事啊。吼，来，我根本不在乎我在侦办什么案子，刘女命案。比起女大生案，也许没有受到那么多的关注，但是我觉得它更值得好好的侦查，对不对？这件事情一定不单纯嘛。唉，刘小红不是他杀。百川。你呢是替死者说话，让他们一路好走。我呢，我是要替活人追求正义呀。你看刘家两老，他们那么伤心，中古结义那个案子有什么好大费周章的嘛？这搞成政治因素了。唉，卡没长厚。好了，我去上厕所了。没事。
抓药的黑伢的。哎呀，莫嘛该啦，哎呀，个说是身体有一点点不舒服，真爽啦。抓药的迄讲迄阿伯，你做的人来讲嘛？放心啦，就心脏有一点问题了，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小妹唔伫操嘛？没问题啦，我都有按时吃药。哎呀，我死也会死在战场上，不会因为亚个平被他打败。没事没事，吃饭吃饭。接获线报是这里没有错吧？哎，胜哥，你觉得他还要回来住吗？不知道哎。你等迄警察的冇？系啊系啊，之前有人来过冇？也是发生过命案，迄个让快脱快铁的罗夫人家。不过村民因为迄凶手啷个又被杀，伊在迄个重新调查的冇？东白 C， 我们要调查的事情哈，跟你说的命案没有关系啦。哦，有看过一人冇？唔是看过。不是。我不认识。好，谢谢。俊哥，你有看过这个人吗？啊？不好意思哦，你有没有看过他？哦，我看一下。啊，他是我以前的邻居嘛。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有一次他在等火车，我跟他聊天，他是说，要买房子啊，结婚。我是觉得他蛮务实的一个人。谢谢啊。不客气，不客气。谢谢。魏志明。魏志明。别跑！这个人呢？跑掉了。这个案子应该不难吧？啊？凶手都已经锁定了，应该可以很快破案啊。结果现在要拉长办案时间，我们局里人手有限呐。我绝对相信你的能力跟经验，但是你的过时观念害了你啊！现在时代在改变，侦查方式也在改变，你这种老旧方式只会拖长办案进度啊！副座，我一定可以找到魏志明的。他看到我们就跑，一定有问题。其实每个案子不一样，不应该一概而论。像日本女大山那个案子，不是也办了1年多吗？办那些案子的人，你怎么不去责怪他们呢？他们都是年纪可以当我儿子的年轻优秀警员呢。好，本来还想拉你来支援这个案子的，现在看起来只好交给志杰了。哎，不是要你做给我看呢，是要做给他们看，给这些年轻人一个好榜样。进来。杨主任找我有事啊？留你胃部残留报告出来了，有药物和酒精的成分，显示生前可能喝酒吞药，而药物是一般的合成剂。这么说来，
刘小红平常没有酗酒的行为，这就值得调查了吧？有人还没喝就已经醉了嘞。我会处理刘小红的案子，副座，你不用担心。副座，中古结义的案子需要经验老道的刑警参与，而博胜是值得信任的老手。就是因为他值得信任，所以才让他办刘小红的案子办到现在，不是吗？还是主任对这个案子早有定见，就算博胜再怎么努力，都是徒劳无功。我认为同时参与2个案件，并不会冲突。如果刘小红这个案子可以及早破案的话，他再过来支援，也不迟啊。你一直对他有偏见。主任啊，中古结义的案子是众所瞩目的案件，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现在不管是民众或者是上面的人，都是拿放大镜来看我们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我只是不想再花时间来处理我们自己人的问题。博胜从来都不是问题，我相信他。赵玉珍与嫌犯吴勇没有血缘关系，可是却情同母子。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案子啊？啊，我自己接的。前天在门口遇到一些民众在替他们自己的邻居申冤，既然人家大老远跑到我们这里来，就表示相信我们。这个案子有重启调查的必要。可是主任，你最近那么忙了，还要支援中古结义的案子。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不去在意陈情的民意，而是怕上级知道了可能会有误会什么的。他们不需要知道，这个案子是我自己揽下来的，我会负责任。我只是觉得主任您这样太辛苦了。我去接。法医室。主任，其实我病了要喊喊啊，我做得了天数啊。冇关系啦。迄我去甲一天数嘅，那做唔得，老娘哋来年来啊，那得有几件事情会做啊，啊。主任，中古结义的母亲来了。就一女儿还活着吗？怎么样？先生怎么样？可以跟我说一下吗？中古太太你好，我们会竭尽所能的协助，请相信我们。中谷さん、局長は警察は全力を尽くして事件を解決する所存だと言っております。どうか信じてください。本当に娘を見つけ出してくださるんでしょうか？中国太太说，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她女儿？请跟中古太太说，详情到会议室再说吧。中谷さん。皆さん、娘さん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中古太太，我们能体会您的感受跟煎熬，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皆さんの誠意は感じられますが、私、娘を連れて帰るために来たんです。どうか娘を見つけ出してください。中古太太说。他相信我们的诚意，他这次来是要带他女儿回家的，他相信他女儿还活着。请跟中古太太说，里面请。中谷さん、ちょっとこちらへ。娘は台湾が好きだと言っておりました。だから台湾に旅行に行きたいと。日本を出るときはこの笑顔で母親として
何にもできない苦しみがあるんです。この苦しみ理解できますでしょうか？探し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中国太太说，她女儿喜欢台湾，离开日本时，脸上就是这个笑容。现在，她不知道她女儿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受苦，听不听得到爸妈对女儿的思念跟呼唤？こういう事件があるたんびにテレビで言います。生きていたら会いたい。たとえ死んでいても姿が見たいと。どこかで苦しんでいるのに助けてあげられないんです。お願いします。娘を探し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私も娘がいるのでよくわかります。娘さんが？自分の娘のことを出して申し訳ないんですが、親子のつながりという気持ちは理解できます。私と娘の関係はあまり良くありませんでした。娘が小さい時、私は仕事が忙しく話もしてやれませんでした。どうか気をしっかり持ってください。警察は本当に娘さんを探し出す努力をしていますから。娘に私の仕事は人に希望と真実を与える大切な仕事なんだと見せてやりたいん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中谷です。何ゆい、楽しすぎて帰りたくないの？本当に帰りたくないな。クラスメート、みんな就職活動しているのよ。あなたもそろそろ頑張らなきゃ。はいはい。台湾本当に楽しいよ。今度ママも一緒にな。はいはい。今度一緒にね。外国なんだから安全には気をつけてよ。わかった？わかったよ。じゃあね。你好，我想搭 taxi，OK？ OK。No. You friend not here. Friend here. OK？ OK。 OK。他从一方面迅速破案，一方面又稳打中國節廿尾嘅心情。其實佢重案社會上收聽一名嘅調查時機，發現佢嫌疑動態，佢先做起來偵判。吳承漢沒有前科，是這個案子的關鍵線索之一。
就算他跟魏志明有过冲突，肯定要破案嘞。继续杀了他女友。忙地去当教官，老警方没到里转，就会寻唔到此时中古结衣被刺掐证据，而是小狗或其他小动物的骨头。中古金子已经知道我们去搜索吴承汉他家了。有犯案面对发生嘅人的心，以为佢坚持想留给社会的漂流去刺杀。清明拍传去寻慈禧日本社会的凶手问话，凶手当人亲，讲话人的，鬼鬼怪怪。我总下就讲，无迄道骨头，迄两条毛呢。